你慢点儿。大哥，咱们这是跑路，你别这么磨叽行吗？走。哎呦我的妈，吓死我了！德哥，是你啊？我就知道你又要逃走了。怎么，真的想好了？我当然想好了，什么临齐王妃的，我才不稀罕呢。我最讨厌就是考试了，我以秦柔最讨厌的就是考试。德哥，你不是先齐派来抓我的吧？我们可是朋友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我跟你说过了，如果你想走的话，我会帮你的。后门的守卫已经让我调走了，如果你想走的话，我看还是趁现在。德哥，谢谢你。那我们以后会不会见不到了？有缘自会相见的。哎呀，太感人了吧！那德哥，再见。哎呀，差不多得了，一会儿冰块脸追来了。哎，快走，快走！再见。哎呀，你现在怎么这么磨叽呀？阿广，你不是说过，你们男人只要说什么有缘再见，就是再也不见的意思吗？哎呀，这些都是骗你的。一会儿啊，冰块脸追来了，快走！站住！二位这大包小包的，要去哪儿啊？关你屁事！哎，你！如果我没猜错，你就是伤我三哥的那个丫头吧？怎么伤了人就想跑？我三哥知道吗？这位公子，你认错人了，不是我。带过去。哎，走。王爷，疼吗？啊，无碍，不疼。王爷，您一定要静养，千万不要有大的动作。好的，知道了。那你先下去吧。啊，臣先告退了。三哥，三哥，四弟，稀客呀！我以为不到年关，你是不会回京的。我本不打算回来的，可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我，就听说我们家三哥居然也春心大动，在家里面藏了个姑娘。你也知道，我这人平时最爱看热闹，所以就快马加鞭的赶了回来。这外面都是怎么说的？还能怎么说？说一向不近女色的三王爷居然开窍了，也不知道哪家姑娘这么有本事，居然能让铁树开了花。不过什么？不过我见了本尊之后，还真有点失望。你见过他？对呀。在何处啊？带进来。三哥，你得好好谢谢我，要不是我这人一向喜欢走后门吧，你这位小家人这会儿都溜出城去了。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三哥，你看，来人呐，在，把广公公拉下去，关起来。是。你，走，青柔，阿广，青柔，阿广，青柔，是我要走的，你管阿广干什么？除非你老老实实进宫，通过这3个月的考验，否则这辈子你都别想见到他。你，我记住你了，还有你。哼！青柔，你不是说有缘自会相见吗？看来我们缘分真不浅，这么快就见面了。哎，
四弟啊，你怎么还不回去？我来了这么久了，连杯茶都不倒给我，就急着轰我走啊？想喝茶回自己的府上，再不成，去宫里喝也行。三哥，你饶了我吧，我这次回来就想看看未来三嫂长什么样，我可没想让父皇母后知道我回来。这恐怕来不及了。我还有事儿，改天请的。启禀王爷，邱公公来了，说是奉了皇后娘娘口谕，接四王爷回宫觐见。三哥，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我要是不告诉母后，这责怪下来，不可担当不起啊。看来你还真挺喜欢那丫头的。不过说了她几句，你就接着给她报仇了。三哥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啊！看来我是应该禀报母后，你云游太久，是时候成家了吧？三哥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啊！一入宫门深似海，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家呀？我又不能丢下阿广一个人走。尹晴柔啊，尹晴柔，你还不如被孔双双欺负呢。宫中过什么艰难，隐处思念，陶熏烦闷疏解。